可以嚟啦。係 ，thank you。然後當然要歡迎咧，我哋呢部電影好緊要嘅導演的神，歡迎導演。Hello 導演。然後我哋歡迎編劇 Lily， 歡迎編劇，歡迎 Lily，thank you。Hello， 當然咧好緊要，我哋咧要歡迎咧大家喺 poster 見到咧好亮眼嘅一個遊戲嘅角色啊，要歡迎 Anson Ben， 歡迎阿 Ben。然後咧陣間咧，大家見到其中一場咧好緊要咧，有隊叫做火暴龍戰隊嘅，我哋歡迎阿 Jun。Hello。然後壓軸嘅嘉賓，我哋用掌聲歡迎林敏聰，歡迎聰哥。Hello， 聰哥。喂，大家好。哇，掂啊？掂啊？好，我哋先等大家咧打個招呼單咧，唔好劇透，佢哋未睇㗎。如果未睇啊，所有套片未睇，有冇人係第一次睇嘅？嗱，哇，好多喎，唔好劇透啊！唔好劇透，但係話俾你聽啊，好好睇。阿柯偉林啊，表現得非常之好，佢令到我嘅戲中裏嘅女咧就真係少女含春咁樣。好多謝大家第4個禮拜都入場支持呢一套戲，我哋慢慢一步咁行過嚟，吸引到第一次睇嘅觀眾。咁我好希望大家會喜歡。然之後你哋呢度啲好多部電話嚇，我唔知你拍片定係影相啦，但係唔好指人啊你兩個。係啊，哎呀，咁咧，咁我哋記住要將你哋拍完嘅片啊或者相啊，記住 post 上 Instagram、Threads、Facebook， 總之所有 social media 去推薦更加多嘅朋友睇。Thank you。係因為大家買飛入場睇，所以我哋有得加場。我好少見到嘅情況係越嚟越多，第2個禮拜多過第1個星期，第3個星期多過第2個星期，越嚟越多。希望我哋有第4週、第5週、第6週咁繼續落去啦。多謝大家。我都唔講咁多啦，因為大家睇啦，咁啊中意嘅幫手盡力 share，thank you。我啊好少呃人嘅，呢部戲啊真係冇得頂啊真係。係啦，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，多謝大家星期日選擇睇中電，然後係啦 ，enjoy。聰哥同阿 Will 一人問1條，咁咧我哋可以揀2位觀眾。佢哋未睇喎，所以問個未睇都可以識答嘅問題咯。例如嗰啲咧留啲熒光幕嗰啲都可以答到嘅答。係啦，咁啊不如我問啦，聰哥先幫我揀下觀眾，有冇人可以話到俾我聽戲入邊3位男演員嘅名啊？聰哥，你好唔好意思啊？阿 Will 阿聰，係 thank you。請你出嚟，可以同佢哋影一張 selfie。咁阿 Will 第2個問題交俾你。導演叫咩名啊？嚟一次，3、2，白俊龍。風流火冷路你啦，係，你兩個都答啦，編劇名同埋導演名，一人答一個先。梁國輝啱，好，咁兩個出嚟啦。恭喜晒！多謝 thank you。咁你可以攞定個電話，我幫你影張相好唔好啊？哦，可以，好啊。我哋請我哋團隊一齊攞呢度。哇！你幾多歲啊？孭過咁多公仔嘅？淨係呢部啫，其他唔關事嘅。我哋過前少少我哋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 下一位嚟啦。係，哇！呢3位幸運兒非常之幸運啊！好嚟啦，係咪驚落雨啊？打緊霧。好，聰哥呢度咧，好 ，thank you， 下一位。